保养舒宽，后上太上宫，有吧太假个。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总阿总股吼，又到了你老后上向下打追股的时间。今日我老大家讨论的一件事情，係一體兩面，就係完美韓國差唔多兩件事情。你身上吼，接會有完美天使跟差不多惡魔，都在做乜嘅事情的時間，跟完美嘅天使哦，會走出來。做乜嘅事情的時間，又知道差唔多就好嘅呢。你今日就講到50個後生人老大家討論呢個問題，先來歡迎你個後生人。第一首我有請的係子瑜，大家好，我係今日做到千萬米嘅子瑜。好，感謝你嘅車妹代表啊，是夢兒。第二首歡迎係李嘉。大家好，我係做得完美又做得唔完美嘅完美不完美嘎嘎李嘉。請問幾個人啱乜嘅 rap 嗎？完美並不美，但是又很美。好，謝謝你。好，第三首歡迎係北強。大家好，我係熱天河愛對 Q 完美嘅鍾完美。什麼嘅完美先生好，什麼？好，第四首我歡迎係慧琴。大家好，我係慧琴啊，我雙喜完美和雙喜差唔多。好，什麼慧琴？第五首最唔可以歡迎係小鳳。大家好，我係超下來就會懂完美嘅小鳳。好，什麼？你見每個後生人哈，假如講到完美天使跟不完美差不多惡魔，你他先來做一個心理測驗哈，先來看一下到底大家嘅完美指數係幾多？大家用一下那個白板來黑板來做一下答案啦。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你哋聽下來做一下兩個心理測驗。第一，愛做各項事情都要求完美，如果符合就限5分，冇符合就限1分哦。5分。聽乜嘅分？5分。好。第二，假使愛大件事情都冇做到最好，偏人會知道愛當失敗，會冇？都唔失敗哦。1分到5分。第三，愛有一個非常偉大嘅目標，這到底是什麼目標呢？偉大嘅目標哦。到底係乜嘅？大家有知道符合就限5分，冇符合就1分。第四題，愛做唔得看耐自家做唔錯事情，大家做得先1到5分，然後最後來加起來看大家嘅分數係幾多。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們知道，你兩個心理師應該懂神奇吼，我們一起來做一下，到底你得到幾分，總共有幾多分？做得用計算機咯。請問一下，張細體聽聽，5+5+5+5，最多20。好，大家應該都加完了吧？可以了嗎 OK， 做得。做得哈。好，來看一下，假使你倆細體總共加起來超過16分，你就是一個非常完美主義者，極完美主義。耶！假使你你都6分以下，你就是極差不多主義者。那至於你自己覺得有符合嗎？我就係拄好完美。對，不是很完美主義啊。因為我喺大概喺做嘅做條路嘅時間，我係清完美，我要求完美。不過那係成發達好，我就係較隨意。像其實以前我咩唔啲講，我係完美主義。後來我做嘅做事情當中，做嘅就是我背做寫了後啊，有人就講，你真的非常的龜毛就是很對，很吹毛求疵。每個事情就會卡思念啊，卡乜嘅東西哦。我這樣子講，原來我係完美主義。好，那個是蒙 N 的前面嘅解釋。你最近做到動槍會識喜酒呢？加油！因為馬上結婚，因為佛朗明哥啊。阿姊結婚係冇？我跳舞，因為他們完美主義設計都會做到安樣講。好，懂講。給那個不完美跟完美中間獨昂嘅小鳳來講下，自家我做乜嘅12分呢？係啊，我知道假使講16分係講極完美係嘛？我12分我做標準哦，因為我做我唔係講乜嘅事情具體，我要求多懂，我講龜毛。係啊，我還好啦。每個事情都會追求到嘅清淡啊，會認真啊。事情我有福呐，結婚之後就提供按你得過且過。
哦，做得高就好的啦，做得高就好的。对对对，对啊。你最近有吃到哦？我咪係湘西番妹，湘西是差唔多。不过你还分出进狗呢，16分呢。剛剛好啊，對啊。16分是完美主義，他已經收斂了，已經不20分咧。分單20分係嗎？你拄好啦，我知道。對你來講，你知道16分係拄好。係啊，因為其實我做事情我會本自己係只標準，係我會因為個標準來改變成我會用辦做兩件事情，係。給你敢知道哦？你是15分嗎？還是16分？15分。15分。唔過我而家係有上個 TT 都大概4分，還是3分。唔過結果係先3分。做完了。因為我設計係有陣時同怕麻煩嘅面。唔過啊，像做條路啊，做事情啊，做像尤其係條路好咧，我係同要求完美嘅。唔過像成發動作啊、食飯啊，也係老朋友食乜東西啊，現買嘅點紅啊，我像輕動輕彩。唔過有一班人就會掃描去看了一下，都帶馬街係完美，就像有人講第一點就係種係非常拼人咧，知道做事情啊非常啊好啊，本人希望本人知道滿意啦，認同感啦，整次拼人嘅認同啦，係冇唔錯，跟人藝當中有，然後聽見咧就係猶豫不決症啦，猶豫不決，猶豫不決症，大家都考慮，都再上進度。就我現在買東西就會考慮動作，係啊，我說我呀動向又係一點，就是那個叫什麼？選擇症候群。選擇障礙，真係有啊。現在中愛啦。冇唔錯，係我第三就係愛做就做好，希望你就唔愛做，一藝就沒有。愛做就總就做到100分。係冇唔錯。係我提示就係，你可能做一件事情，後悔冇乜嘅好處，如果你還希望去後悔，一係咪希望愛用？所以做太過後將來後悔，將會吃到安尼反向嘅事情，就哎呀冇做好勢。我建議反省啊，反省講，為什麼那麼後悔？根本因為愛用做一件事情。第五就係你將大件事情都係針對自家，那就會愛用。也係乜嘅意思呢？就係大件事情，無論係好也係壞，係壞嘅話，尤其是偏離嘅問題，你們會知道，可能係愛自己會有這樣結果，一定是愛出乜嘅問題。這種人會不會變到他消極者啊？有一些咧，有陣時做條類像主持啊，係講多米嘅時間，可能係燈光錯誤啊，係音響錯誤，你都會知道，你氣感冇掌控好，冇到一種，可能都會有按鈕嘅問題啦。那該就知道自己唔錯，別人跌倒我的錯。啊，沒看到愛唔錯。係啊，嗰種愛氣感知道愛應該係70分嘅，75分嘅完美主義者。哦，咪差唔多15分到16分，你上一分聽聽，給百強啊，19分呢？你看吼，我個19分吼，應該吼係到全場吼地圖吼最提高分啊！我係貼對個這個壯完美啦，因為吼我個名，你要不要等下去改名？然後你改名啊，我啲個航天強嘅片有動力開始啊！壯完美，我剛剛吼，李佳剛剛說那個有時候拍出來唔錯，唔會感覺係你自家嘅唔錯。我第4題。問自家4分嘅原因，為什麼只有一個是4分？係因為我感覺吼，湘西吼拍攝嘅唔錯，係拍攝嘅唔錯，我嘅唔錯，湘西未認為吼拍攝嘅唔錯。哦，愛用下好啦。不過我知道有他上次在 say more 上卡多，因為自家有那種心理比較敏感，對，小劇場。不過你猜重哈，大概就11分，至少有12分起跳，應該有16分啊，15分、19分，都帶那種完美主義會本自家帶來嘛嘅困難，也係唔好嘅地方咯之一。像我剛才講到啊，大部分我嘅完美主義係處喺我嘅做事情條路當中嘛，係因為像之前。有一件事情係本人 TP 講，你真的非常龜毛係因為像我之前做歌舞天台嘅企劃嘅樣事，係嗰樣事，你嘅台中就有講你愛過年嘅故事愛唱主持人，愛留給過年賀詞，嘅台灣嘅人就會去提倡各位主持人愛留過年嘅賀詞按用就好唔講愛冇愛用，我係去查。
我查了满满的2张 A4，然后对，然后就搭住给搭建给6名4，可以有人来就讲，要路过年的时候可以参考上面的，然后哇，对，那就给你会建议在你某一个就做的挖铁，你6天就会挖铁，因为配菜就做唔得6嘛，那也唔让来讲，挨料片含油，那就会大用事情都准备好，故说你记得看到就讲。你真的就是很龟毛因为俺黑跟哈利跟讲到嘅特征，就会俺感觉大件事情一定会做好，那黑做唔好就唔是做。会本自家有一种压力嘅顺差。真嘅，我一出做好来啦。嘿，像我大部分主持了后，青岛嘅时间做法同主持结束了后，我就会。心情很低落，就会焦虑症发作。对，真的很低落。不过除了俩之外，吼，你平常时嘅完美注意可能会伴你带来当多的困难，然后韩国嘅困扰的部分，都在有咩困扰，乡亲朋友咩可能有当多的困扰，吼，你等下再来继续来讲困扰都在黑马街了。西冲吼，通常最亲嘅人啊。就是伤我最深的人，来上机最近啊！我从大家台尬圈和小屁孩嘅世界咯，开始已经有七个嘅座右铭：业精于勤，荒于嬉。所以你是什么司马光还是谁？好，观众朋友，欢迎多转来你后上台上讲嘅节目现场了。刚刚有讲到吼。完美主义可能會伴你嘅生活帶來當多嘅困難和個困擾嘅部分，小朋友知道冇？有啊，因為講愛完美嘅話，大家一定會想到，我做到完美，表示講我動有才調。係啊，唔係計就愛歪啊，係唔係計就愛歪，真有可能完美啊。不過你做表演來講好嘅，比論法來講係跳擺，但看到伊個表演嘅方式，啊上愛講，你用呢個方式來。做表演，不過唔係太假就歪啊，係啊，唔似假歪無效啊，太假就歪。結果我哋去要求咩嚇？因為可能你就是講按你較好，按你標準較高，按你這樣係完美。結果表演按你嘅東西，那係這樣反而會有壓力，會變成創作的阻礙。跟輝慶有知道，你認同嘅小鳳講嘅嘛？我認同啲講嘅，因為從曖昧會。當很在意自家到台檔嘅表現，係啊，像你咩會顧學生嘅去表演，係，所以我係因為我會按樣要求自家嘛，所以我咪係相對的係要求學生嘅，所以學生嘅應該咪係壓力動態。係啊，佢會知道你係先咁按樣嘅，嗰陣我肯定會要求，因為我從下話老學生講，呢度台檔嘅時間最長半年5分鐘好咧，你只要緊5分鐘，所以你從頭到尾到第一秒開始到最尾一秒，你只看捱緊5分鐘，你要做到好，做到到。係啊，所以從挨莫個咪係啊，佢聽挨出去表演，挨咪係強用挨嘅要求啲。應講吼，啱字出歌圖，係啊，就啱目出歌舞。冇安尼講，就有啱嘅師傅，這樣有出師嘅機會啦。嘅，你家有知道冇？我應該每一本拼音壓力，唔講我本我自家壓力動態。像前幾年嘅時間，我有6樣嘛，因為我背劇本。所以背動作，係配出來，係配出來。唔過啊，像幾時間係唔錯一扎詩，係就長條來個。喺講嘅係背到動行咧，唔錯一扎詩哦，係就長條來個背，然後要動好時間呢。係啊，故說幾時間係一劇本差唔多有背差唔多10遍，係啊，故說係說本自家壓力嘅時間，有陣時係好。如果有場時真緊衝，小鳳講嘅會限制自家嘅表演。有時間會按嘅，不過家大部分都係本自家壓力，不強要本拼音壓力嘅經驗係當地。西衝吼，通常最親嘅人啊，就是傷我最深的人。我上機最親啊，我傷他最深啦，都係最親哦。係啦，因為吼，我係一個熱情愛對 Q 方面嘛，我從大家台尬圈係小屁孩嘅世界咯，開始已經有7個嘅座右銘：業精於勤，荒於嬉。
所以爱西窗是什么司马光还是谁？所以爱西窗配那一个标准绕 Q 爱个咱外一班，这种哦爱咱外一班吼，最开我外头航空公司改地勤要考英文朗读啊、英文履历啊，像安用英，这种英文朗口说动重绕，因为爱到认分嘛，所以吼爱当受不了，其实讲杂，不过只有最深嘅因，佢對愛嘅好，佢是對愛對佢當好，就算哦晚上三更半夜我工作已經回來很累了，你還會繞機哈走過來哈練習講英文，讓他不睡覺，安用英。應該知道哦，今天有一個新的排行榜，就是恐怖情人排行榜，恐怖情人排行榜，第一名总恐怖。你自己未摸水摸啊？你觉得唔係總版名怪做總恐怖誒？總電影獎。除咗家講到嘅本片人困擾以外，你知道完美主義對大家嘅想法有態度有冇改變哦？嘅自己。其實我感覺完美主義就係講你會對自家做嘅事情比較謹慎。他認真啦，冇錯。故所感覺按用係下認真嘅態度啦。故所那係有認真做事情嘅態度，對人嘅未來咩較好，咩有方向啊。小鳳哦，我知道做得聽一隻較高嘅標準，比如法來講，我想要開5星級的面館。哦，我以為是5星級飯店。5星級的飯店。結果麒麟最高也只有3星，5星級的面館都帶滿蓋。沒啦，意思就講唔不能，你說聽一塊是聽的標準較高，有省錢啦。最好你這樣開一點小小的面攤。可是你到動你是拍的哦，結果唔咩，有時候你隨着時間。日子一天一天過啊，結果這樣子反而造就了完美。你給他一個合理的解釋嘛，你給他一個合理的理由，你別按你看親民啊，這按你在我想要的味道啊，有場子定的高標準，你可以給他一個合理的解釋，慢慢的緩衝的空間。對，緩衝的空間，按你用時間或是一個理由去造就一個完美。迄個好像假使一開始嘅標準就聽80分。你結果做出來，聽出聽有60分，聽。係啊，你聽這120分，你就會做到100分，就會按你考驗係咪？給你家有認同嗎？給你知道完美主義對你嘅人生有咩改變？我知道有，像我頭擺就尤其係各種嘅時節，嗰時節還蠻相同嘛，小屁孩時期。還蠻相同。就像講英國係講做戲啊，係劇本啊，就會。唔喺度認真，唔喺度用心。故說一下轉戲上當係各種做埋戲，有陣時硬係會唔記得哦。不過像各種嘅時節，我就當認真想去做戲做主角，就當認真嘅時節用這完美主義者，還有用完美嘅構圖來去好呀劇本，就會知道頭擺嚟做一件事情，我會記得。係啊，白強咯，唔知道完美主義對人嘅人生態度有咩改變？因為了解完美主義吼，都愛個發通主持上吼放出動態哦，動態。因為吼愛本身吼冇主持個背景啊，所以愛投入主持界，未認為愛到正大愛誤打誤撞考落去正大主持人團，因為了解機會吼愛當正式，所以愛當3萬學習啊、線上啊，未就看到愛當3萬啊，所以假使有校外嘅機會啊，就買個比賽，全部推薦愛去。像係大陸有一個第6屆海峽新人嘅電視主持比賽，主持嘅比賽，愛到該節目哦，上萬名嘅選手，上萬名各省，大陸很多個省的選手哈，愛從上萬名嘅選手一關如一關，哈破關斬將，是得到咧該比賽嘅最後嘅第1名，所以愛。驕傲，認為了解完美啦，以完美為榮，改變來愛個人生啦。這種鼓手唐鐵嘅博謙哈，我覺得今天也是客家卡內基的，歡迎大家來到客家卡內基聽博謙講師的分享。大家有知道嘅新冠度有那個正能量出來嗎？有沒有厭世了吧？
动态。如果刚刚有讲到吼，大家就讲到会本自己动态压力，做要求完美的时间，会不会心情都唔好？是。係像係。他講，其實我對配衫人我冇按要求按到，因為我驚配衫人我有啲反感，因為我硬要求配衫人會講啊，很惱人哦，啊你係真厲害係冇係哦，古時我按傻批咩？古時我睇唔起，冇啦，我睇唔起要求我設計啦，不過咩係因為我聽要求設計，古時我大概主持了後啊，發通了我就會感覺時常係心情就較大，因為就是會感覺就會設計回想講，誒我家下那片唔好，那片唔好，不過後來我感覺按用真嘅唔好，因為你做體了你還會心情唔好，聽你件事情係人家會勞動，你對設計冇按用嘅係冇自信，故所有啲時就算你要求清高，對設計感覺設計做來冇好，不過我嘅朋友教我嘅，有啲時間你就。一副哦，愛設計輕微，人家就感覺哦，你一微，是厲害的，I'm the perfect。那係我嘅朋友教我嘅，係真件輕可用。給你講哦。我咩同認同呀，自己講誒，因為有時是你冇心情，你正片嘅時間冇心情，你就會知道誒，也主持啊，動緊張，嘅緊張嘅時間，就算你提前正片動好。喊啲愛上場嘅時候呢，還是會因為緊張，故所呢嘅表現就唔好咧。韓國主持咩？因為有100幾飛天天，尤其係發通主持啊，其實飛主持啊。冇100主持咩？係啊，係講偏人知道你100主持唔好，行100就唔會請你咧。冇條路了。係啊。你剛剛大家都講到吼，對主不管係主持也係發通也係搞人文吼，嘅完美主義可能影響到你嘅生活程度。大家誒觀眾朋友唔知你係完美主義者，還係差唔多主義者，都完美主義嘅時節，到底乜嘅東西會影響到你？你下一段節目過來討論一下啦，大家先聊一下。頭擺有寫一段一種文字啦，是介紹客家的文字啊，有一段好嗎？好啊，好。你講恩利客家人考試有一手，單槍米色就發用到，有幾多？看板、發板、肉板、野板、鳳板、水板、木板、菜條板、鳳條板、豬籠板、新燈板，還有一個面趴板。板，愛的鼓勵一起來。好嘿。好，觀眾朋友歡迎多轉來，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哈，家水們有講到，完美對你自己人生有乜嘅影響咯？給輝慶，你知道誒，對你嘅影響係乜嘅？還係你知道有乜嘅困擾的地方？我知道係。因為對佢完美會有困擾，嗰係因為你是唔記得你當初會做呢件事情嘅初衷。哦，係啊，所以你講我一直都艱苦。所以你就是知道吼，假使你不是為了要做而做，而記得永遠而記得，仍然而記得自己係做乜嘅，我係為到，我係好創作。所以你當初係為到乜嘅來做呢件事情？我不是為了要比賽，而是我是真的好創作就會按兩個意思。不過大家講到吼，不完美也很美啊！你加總長度，吃到用版，你幾發你吃到哪字？我都認同。當認同，係嘛？因為像家下講到創作嘛，因為我感覺像你創作嘅時間，那係大家詞大家韻還有調，全部都清完美啊！感覺就有啲冇感情，還有一個人性，就是人性那種感情，一定要有點。人性是怎樣？不然是獸性嘛？就會像機器人跳上來，那係真嘅大家是大家韻大家調全部完美，就像天腦衝就好啊！你去甲人來創作嘛，該係嘛？初音未來都可以開演唱會了呢。嘛該？初音未來啊！我講到了你不知道的東西嗎？天哪！我太宅嗎？初音未來哦，初音未來唔知嘛？你係講日本嘅，唔係真實嘅人啊。我下唔熟啊，哈。其實我唔知道呢，不完美也很美啊，不完美咩真美。我知道係啊，你真好啊，因為我頭先有講過嘛，要表演一種東西，那係通過要求的話，係會影響片人的發揮啦。不過我頭擺就說，
因为花很多心思创作的东西，就不会懂要求，反而有所局限。这样子又不会写给剧本。而你下家可能会有帮他设计他的表演方法、节奏嘛该，结果设计好了以后，片影他知道懂青菜就就去改按嘞烂散来啊。当时你的要求是很高的嘛，啊就会生气。可是现在想想，其实没有关系啊，他有他的诠释的方式嘛。我话这样子就跳够要求啊嘞。给 freaking 哦，进 concept 风，还不是心有戚戚焉，因为他也是创作的，他也是老师啊。係啊，知道不完美咩前妹。係，我知道做得啦，做得接受不完美也很美。不過我喊係知道係，你喊係愛到你要認真做呢件事情，嘅前提之下，係你喊係冇辦法做到完美。不過你認真咧，係你未付出來。因為人哋吼，會有想到一件事，就係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是沒有缺點的。係啊，所以你當三萬去做，可是你喊係真是冇法度達到講完全冇缺點，梗係冇可能。我想到我用嚟補充，應該係講咩嗬？要求這個完美。如果成功了，有個收穫成果，你自己看到會很滿意，很高興。不過要求片影會完美，也比較容易，就會惹自己生氣。就不應講，你按狗毛咧。唔係，就要求片影我做到完美啊，自己反而會生氣嘅。你講咯，知道？你咩係認同？因為我知道有上是缺點，咩係本片影嘅基點。古時候呢，我說完美並不美嘛。古時候呢，大家你唔是按對球啦，係啊，把 cam 攞起到，不完美，不完美也很美。我哋好最近1年來理念當中哈，有嘗試這個不完美嘅事情，是可以變肥。來弟啊，大家看得出來。都在狂來日天嘅 FB 啦嘅照片，兩個 FB 跳擺，很可怕。嘅 FB 看唔出來，因為佢都會修。冇日天嘅照片好冇笑哦。因為是6年前誒，長青島。哦，6年前。6年前，北京嘛個時間有露台。因為我之前吼剛做發通主持嘅關係哦，我當從事我嘅身體外形啊、體脂啊、肌肉量啊，所以我逐年會去健身房啊。不過兩下吼，我工作好穩定一點啦，所以我常開始嘗試放縱自己，我發現吼。每個時間都冰箱挖東西出來時哈，凍慫呢。然後晚上10點吃，晚上10點之後吃東西哈，該東西哈更好吃，對，跟熱量也會更高。你超麻改呢，所以我就是推薦大家啦，偶爾放縱自己，傷心哈，不用總自己會感覺人生會得到好快樂。真嘅，唔講哦，太體吼動作細啊，冇對自己嘅身體動作要求啊完美。然後問題嘅係，有度過片影很不完美，然後本人想去翻白眼，知道因為按歐巴嘅事情有冇？有。因為像以前你做表演，除咗舞台當紅這樣事，你做表演以前有請到擺個彩排嘛，佢先上面陪你排練啊，乜嘅。唔過像你嘅舞台當紅，我感覺唔係足夠，真係最重要嘅，因為我覺得好嘅法，我有好嘅錄音，這樣做得配襯起來，按用全部這樣都會好看。唔過有啲人真係就係把咩愛入來炸，冇唔錯。唔過有啲入真係唔知做嘛嘅，可能係光啊。因為有啲入可能先生老佢講嘅，你等下呢一片一天用，等下講清楚擺了哦。唔過佢係係就係隨便按用去，有做無糖豆。嘿，然後我就會感覺講，哦，為嘛嘅？你會按用去，為嘛嘅做唔得將按鍵單嘅事情做好啊，就會揾佢拍木。唔過後來我感覺，我對人家按鍵人家冇糖花冇做好，係喺本次家心情唔好。見事無若意。冇唔錯，古時
挨后来就讲哦，随便你嘛，去甲烂停，去甲烂停。系啊，这个方面有个按样嘅想法，系冇？我错家就系一个老师的心态啦，就讲他有成长，就讲一开始有成长，哦不，就一个你。我刚刚讲过嘛，你要求跳高太过完美，在表演来讲会有所局限。不过我们老师嘛个心态，或者学生，不过你太随便又上不了台面啊。哎呀，所以学生嘛就是要人家教嘛，有场子还是要还是要点鞭策，要点要求。学生风平常是会编一系列客家的推广嘅，假使有人做唔到用解释。头发油啊，头发油下一摊，一种。文字啦，就介绍客家的文字啊，有一听吗？好啊，好听。一个恩利客家人靠树有一手，单枪密色就把用到，有几多？看板、发板、肉板、野板、缝板、水板、木板、吹条板、缝条板、竹笼板、新灯板，还有一个面趴板，板，爱的鼓励一起来。懂厉害呢，哎呀，看剧本就文字，啊，你看不出佢有乜嘅贴片咧？你啱出嚟就啲，还不过我们可能有设计嘛，以前就很龟毛，节奏啦。我要求人家讲，你一定要照挨嘅下，一定要甜板、发板、肉板、野板、缝板、水板、木板，你当佢顺序颠倒啊，就说唔错了。唔顺。我听话木板用最好不？木板要反弹。我说我有设计过的，你总得让来讲青菜啊，让按多板啊用来拍啦。总得甜板，甜板。结果唔过呀。可能以前的龟毛啦，现在也释怀了。给尬是由发图用也不错的方式呈现，其实应该就会表演啊。系啊 ，OK 啦。跟你家咩有差唔多朋友吼？有，其實同到像喺表演啊，唔講緊講嘅文科，尤其啊喺。他应该都读到，就是做报告的时间。哦，真嘅。对啊。我真的最讨厌一件太后的事情，就是分组报告。分组报告一定会有雷队友。冇错，分组报告还就会青菜。总得去加线，还要用欣赏用厨嘅哦。系啊，厨到娘条黑毛，要娘条。去娘到雷队友，我说开始节。來隊友啊，佢就冇做，雷隊友咧，佢就冇做報告，冇做報告，如果係做啲同學哦，上台報告嘅時間，你要做未到現場講，哎呀，佢都冇做扣分，結果人嘅分數就扣咗，就知道真嘅，因為講呢，今年捱到披薩嘅雷隊友，扣下嘅時間，咩千個分，佢係老師講我現場都係捱做嘅，係啊，就用愛用嘅朋友，用應對方式，因為我就叫做下签呐，你就是雷隊友，我讲嘿，人家都做到懂辛苦，人家都做好以后来去报告，哦，对吧？你们这算有付出的，你知道吗？算有付出，这还算有付出的，你知道吗？你有啲雷隊友喺從頭到尾都報告經驗，就唔抵人嘅人。有啦，然後就有分數誒。係啊，不過其實我唔知道。差不多的朋友，还是你知道差不多？我觉得他现在已经那个完蛋了。你一讲到就是，我会讲，我一班嘅故事。哦，有你啊！你係咩懂咱我一班啊？我係幫秘書嘅代表，佢係差不多嘅代表。因為吼，我就認認吼，我出門去做透露啊，我老去講吼。你就事件哈，你都不下整理一下，把一些东西该放的放好啊。开始哈，谁啊，不卡扁。贵日下来，我转头不下哦，来推开门盖瞬间哦。哇！第3次世界大战，喏，强力力哦，强力力哦，我感觉动起来哦，越来越像了，标准越来越高了。结果嘞，我开始找东西，发现哦，妈的，全都桌子的下面，卫生纸全都椅子的下面，该其他的东西哦，桌子上连本哈，桌子上全本拉撒哩杂动东西哦。都到各个的柜子啊，摊四处大，后来就会散本，青菜乱变，
啊，我用按的，看起来懂枪力，唔讲唔所以你我动受不了。我给妹金庸是吗？金庸是哪里菜不要看你懂呢？放多你点钟爱是走在走好的，后生无见台湾本发现唔懂呢，然后还变。我动枪力哦。系啊，哦，刚刚大家像北强讲的，其实懂后生，唔讲哦，你都在做事情的时间，都系去玩味，也系不玩味。你两方式都在用板来选择的，你下一团节目转来，可以老太太讲完美了不完美，我用板来先咯，先来聊一下。我完全冇辦法接受吼，語音會做 check 音 check 音，check 音是係嗰種到代辦事項嘅清單哦 ，check 哦 check 哦，我要做到哦，我要做到哦，咁講吼，唔管吼做用板嘅音。哦。哦，觀眾朋友分享多轉來，你後上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吼，假如講到都帶愛選擇完美，也係不完美。唔過到了以前啊，新聞係講，乜嘅事情都吃到差唔多，那個態度啊，都帶係好，也係唔好咧自己。其實我感覺，除咗成發當紅，做得有段時間乜嘅事情都差唔多，因為我感覺。高成發嘅時間隨你哋會有時候會有啲小插曲，按用高成發，但有按用嘅樂趣係冇。剛是講，就兄，我們今天不一定要搭7點12分的高鐵，搭不上還有7點16分的嘛？為什麼要這樣？沒按用交通嘅部分係你辦理哋會好。你講咧。即係尤其係啲3月風啊，做唔嚟差唔多，因為啊一下。大家按厲害吼，有上過喺本人氣台，嗰時候事事都差唔多嘅話，就係都要注意到嘅咯。哪條地方知道做得差唔多？做得差唔多，我從自己強用嘅，尤其係離行嘅時節啦。離行嘅時節，我做差唔多，差唔多青菜行啊。就是不是要像，不能像我，因為我係處女座嘛，我係鬼聽哦，8點整哦，奈良大佛，8點15分，我冇攞去離行，冇攞去。給白強唔知道呢？來動影通世宗哥的我們一起去旅伴，就是要講好講好嘅事件是講好嘅事件啊。唔講每次到離行就會睡到飽啊！你沒走得睡到飽啊？睡到7點是係7點。都沒睡到7點就要飽了。我們唔是表定。意思就會講，我們出去不是照表操課，又沒行軍。我認為吼。打風事情，差唔多嘅話吼，你就當一個會跳戲嘅妞就好了啊。大家都係會跳戲嘅妞啊。不止，唔是做一個會跳戲嘅妞，因為我都有聲音，所以我都有腦袋，會思考，會想到最有效的嘅方法去解決事情。所以我完全冇辦法接受吼，語音會做 check 音 check 音是係嗰種到代辦事項嘅清單哦 check 哦 check 哦，我要做到哦，咁講哦，唔管吼做用板嘅音。哦，那你發明嘅 check 音？我發明啊。check 係英文係嘛 ？check 我乜嘅喊check音？check 音啊，咩 check？剛講到北強就講到唔好做一個會跳戲嘅肉天啊。古時候我們太講知道乜嘅東西一天愛反味，至於。我感覺係冇事情做到完美，像北強可能撈到機器嘅做到千完美。不過他可能以前也是 check 你啊。不過像我可能有啲時，你感覺自己做到千完美，不過一天有配上你感覺你按用唔完美。係受風咯，我知道嘛，這個好嘅東西，這個有興趣，這個聽的目標嘅東西，要盡自己當下能力所及，做到最完美。啊，你以後看到就唔會後悔啊。真嘅，會見到你遲到乜嘅東西要做到完美呢？
我是都总人家爱做到完美。不过甜下无完美嘅咋呀？唔係，我嘅意思係講，要到事情你是絕對愛完美。比如講，我教送包人，我都話老佢講，你做人愛做好人，愛做錯嘅事情，那是絕對沒得商量的，就是是非對錯，你一定要分清楚嘛。所以你到了嗰部分，我絕對係完美嘅阿妹。係啊。佢主題咧是因為你敢知道，乜嘅東西，乜嘅地方，聽說愛做到一定好。每次都條路啦，因為條路就係示範的東西嘛。尤其啊，係像做主持，有陣時可能做電視主持、廣播主持，也行做得哦，做唔錯行做得剪。唔過像發通主持啊，記者批主持啊，live 的直播主沒強讓。嗰陣呢，有陣時你講法講出來咧，講唔出來就會唔錯咧。大家看得到。大家咩唔定係聽100，係聽200。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就知道，看到嘅就係係啊，聽100你就冇機會咧。剛剛就講到一定會做到完美嘅事情，跟有乜嘅事情差唔多就好，嘅自然。對別人嘅要求差唔多就好，因為對自家方面係對自家嘅要求係影響到自家，不過對別人嘅要求，那係要求太高，別人就會感覺唔爽快。係，故所總唔將自家嘅爽快建立在別人嘅唔爽快。不過有陣時對別人嘅要求，而自家是咩動開。係，比如講即係煮菜時節啊。煮菜可能我嘅有啲親戚煮菜下，故所就沒好食，做得哎呦。或者你平常時就按你咩？你平常時就按你咩？其實我是反正嘅，唔係去挑剔啊，我真係乜嘅都好食啊。小鳳呢？知道？哦，我知道人家講嗰種對別人冇通過要求，我條擺對別人是當要求咯。就比如翻來講，我姑娘好誒。瓷磚地我就要求講一定要用手把手，木頭地板再用吸塵器。然後洗碗，這是強迫症嘛？沒就講有一些其實嘅要求，結果我後來發現到一件事情咧，有人肯做就好誒，冇想到最後嘅，因為本給薪水嘛，冇人去家做，就已經冇得冇嫌。那個煮菜啊，好食，有好食就好誒，真嘅，個托自家煮，自家做，冇被嫌。真嘅，飛見我知道，大概差唔多就好。同樣做人家可以差唔多。你講難咧，做人家一下會完美，一下又係差唔多。看事情啊，你有完美是非對錯，該一定有完美嘛。跟差唔多有，你還有一種壓抑人都直升機父母。唐係懂定講誒，他就是隨時走的降落，係講從雙胞胎班，佢學講，佢物嘅東西冇帶到，鋪冇帶到，課本冇帶到，打電話仲有同我講，我絕對唔會送本機。係，所以我知道呢一部分你做到差唔多嘅時候咧，因為你全部讓佢走咧，佢其實永遠都沒辦法對。那種家愛哈會變成媽寶製造機，整個變媽寶爸寶。係啊，所以有啲事情你做差唔多嘅時候，你家你知道咧？我自家應該知道，除咗食以外，離行差唔多咩都好，因為像我自家哈，有陣時啊，就會搭車的時候真的冇準時。係啊，就搭付唔到茶，付唔到茶嘅。你付唔到茶，都得購買票。跟你付唔到飛人機，可能用嘅啫。唔講，我老太家講一下，喺講緊而家哈，上去個上幾經驗吼，就會知道哇，都有飛應嘅。我付唔到茶，行做得稀料啊，乜嘅。雖然我咩係差唔多離行，不過我冇認同交通嘅部分差唔多。一定要準時。除了兩句講咧。除咗以外，應該就係食啊，係食東西啦，因為有食好，有好食就好。係有好食就好，有陣時食好嘅啊，有陣時食唔好，未做得啊，嗬，唔好都係食就好嘅啦，係啦，出手就做得。對我嚟講吼，大紅事情全愛完美，冇嘛嘅事情愛差唔多。我舉個例子，我問你哦，我問你哋哈，你哋有全球嘅經驗嗎？有，就吼，就聽全球都愛啊，當然都愛。假使你到一半，切斷嘅時嘅部分吼，你嘅身體會感覺不滿足感。佢係一個很有力的例子，佢係
身体会感觉不满足，是因为你做到日版，你身体会感觉不满足，所以你会对 Q 完米啊，好像有点讲得不顺哦。我觉得这逻辑很怪，但是呢，这个举例还不错，因为我们逻辑怪怪的。因为一个是生理的反应，一个是人的现称，对吗？总在学到一半，好，我今日學1/3日，田講你再學2/3，总不安啊？没呀，举例听欧洲，你意思还没跟我今日事今日毕，我要做就把它做到最好，不要留1/3，明天。完全不会欧啦，黑毛。所以你要欧到底，欧到底是系对 Q 版面欧到底代表，欧到底是系对 Q 版面。好嘞。大家就讲到完美主义，大家有吃到这个完美主义部分，有时有受伤的部分吗？我感觉有的是我对切假啦，因为像主持啊嘛，我感觉我受伤地位，因为呢，有的是要影响到我对切假的心情，还有心情啊、发呆啊，故说我会安慰切假讲，其實你今日做。懂棒棒哦，很棒哦，老切假讲，慢慢就会提升我的心情。懂 good， 理解。有没懂运同志？有场时就会切假会穷紧张，就会很忙读到的事情就会完美主义过高啊。故说有场时啊，唔好听完美，你做一件事情的时间就够卡有心情。对，幸福呢？做人啊，做人系较简单点会就好诶。系啊，我迄我毕业发像根本嘅，提供白鉗按优秀，有无？系啊，優秀呢。係我8次加個按萬米，我老次加8死，你知道嗎？凊彩啦，英文按好係，我冇愛學啦。這樣就不行。我啦，就講中年是挺認真，係只要有負責就好了。這都係咩？會傾唔起到，自家完美對 Q 嘅部分，有時有修改嘅部分嗎？我知道，冇乜嘅是要修改，因為我知道安樣已經變成一個習慣，所以我知道對我自家啦，冇乜嘅是修改嘅部分。不過對披薩，最近咪同大家已經講，我咪知道對披薩就是冇面條，佛心，就當做那個非禮勿視，就當做沒看到，非禮勿視。安樣自家心情會好。你剛剛你知道最尾做一個結論。最明來說，唔係大餐嘅都係十全十美嘅。故說有場是本自家嘅缺點，咩係當好嘢，當好嘢辦法，當好嘢本大家經驗嘅點啦。係啊，因為有場是聽過外面偏向會吃東西啊，乖乖嘅。因為其實同番去糖度開價嘅分享，我知道我基本嘅 TK 書法就會講到。白強基本有講到笛卡爾說的“我思故我在，愛思故愛在”。然後喺每本電視面前嘅觀眾朋友想一下，這個都在乜嘅事情？好，我一定要做到100分。唔過乜嘅事情，各位大家好，本大家來參考下，對是問大家嘅分享。而你下禮拜Q一個時間，而繼續來收看《香港太上谷》，就怕太假多。張來了，拜拜。張來了。拜拜，張來了。